點解朱古力一入你個口，就即刻溶咗？呢個神奇嘅感覺，令我哋食到停唔到手。但係，你知唔知呢個入口即化背後，其實隱藏住一個好精密嘅科學秘密？關鍵就係可可脂，呢種獨特嘅植物脂肪，佢嘅熔點非常特別，啱啱好喺人體體溫，大約33到37度之間。當你將朱古力放入口腔，你嘅體溫就會快速將可可脂溶化。呢個過程幾乎係即時嘅。可可脂有好多種唔同嘅晶體結構，其中一種最穩定嘅 Y 型晶體，佢嘅熔點同人體體溫最接近。呢個科學設計就造就咗朱古力絲滑柔順嘅口感，同埋佢喺口中逐漸釋放濃郁香氣嘅魔力。製造商仲會用精準嘅溫度控制，叫做調溫，去確保朱古力形成最佳嘅晶體結構。所以，每次你享受朱古力，都係體驗緊一場精心策劃嘅化學魔法。下次再食嘅時候，不妨感受下呢個奇妙嘅科學。